住，咁啊啱噶啦。啊，就呢個詳細啲講你聽，一手唔係放喺度嘅，咁樣啊，即係3至4寸。咁呢個咁樣咧就係中指 eye level。OK， 你識啦係嘛？你識唔識啊？嗱，呢個係呢度咧就3至4寸，呢度咧就係嗰個平衡同隻眼嘅平衡嘅。啊，係啦，差唔多啦，呢度係咁樣係啦，咁樣呢度平衡。OK， 啊，徐生知道啦，徐生得唔得 ？OK 啦。你呢個大概3至4寸，呢度都係咁樣。就呢個咧平衡嘅咁樣啊，就45度，呢個45度嘅係啱啊。呢度放鬆，成個人要放鬆，唔係話同嘅，即係要出力嘅，眼嘅平衡呢度 OK 啊，得唔得啊你 ？OK 咁樣，眼嘅平衡同埋呢度啊，同埋呢個 hip 度咧，大概3至4寸度，你得唔得你？你應該得啦，你係嘛？呢度大概3至4，呢個大概 eye level 3至4寸，得唔得啊？OK 嘛？阿天咧？阿天度啊，OK， 阿天呢度 OK， 呢度咁樣啊，呢度3至4寸，呢度距離3至4寸啊，腳就45度，講咗你聽未啊？講咗啦嚇，要中正伸舒，放鬆，成個人放鬆 ，OK， 嗱，然之後就轉手勢咯喎，坐後少少，左腳撇一撇，撇腳啊，撇腳，然之後丁步。丁步，即係初學者係用丁步。如果練熟咗咧，就唔使呢下㗎啦。跟住踏出，喐抱球啊嘛，拉上去，同頭先一樣啦。嗰隻 eye level 到中指，呢度左手嘅咧又係3、4寸，坐後撇腳，丁步抱球，抱球先，踏出去。呢3下咧就25分鐘啦嚇，一樣噶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呢個係8下兩次，嗱，然之後收腳，跟住咁樣丁字，呢個虛步，左腳係虛步，腳趾向地，腳踭就離地嘅咁樣。呢個咧又一樣啦，咁樣又一樣啦，收過嚟。轉翻過嚟，收左腳，打出，呢個扭膝咬步，你整，我斜你嘅就係挨咧，即係打人心口嗰個呢個係啊，嗱呢度咧放鬆，太硬啦，放鬆，咁樣就3、4寸，啊呢度又係啦，打出嚟。係啦，呢度有3、4寸，咁樣，好啊，啱啦，好啦，然之後坐後，撇腳，一撇腳就跟住隻手轉過嚟，跟住又打出去，同樣頭先嗰下，頭先係右手打上嚟，而家左手打出，然之後坐後撇腳。又係右手打出嚟，咁啊3下都有係，扭膝咬步又3下咯喎，唔放鬆，唔好咁緊張，咁樣收揮琵琶，收揮琵琶咧，頭先咧係腳趾落地啊嘛，而家係調翻轉頭腳踭落地，後手向後慢慢拖過去，就唔係後邊喎，喺個 hip 嗰度咧，咁樣向上，跟住埋嚟耳仔嗰度。大概1個手掌位，然之後左腳向後45度，一樣啦。隻眼咧就唔係睇前啦，跟住佢左手向後邊啦，向後邊就唔可以太高，唔可以高過頭啦。然之後跟住2、2下 ，OK， 跟住3下。放鬆，成個人要放鬆，唔好緊張，咁樣都係個身要直。我哋再嚟講，咁樣收翻條。呢隻右手向後，係嘛？
手揮琵琶得啦嘛。隻眼咧就跟住隻轉手嗰個咧向後望住佢，跟住埋嚟近耳仔，左腳向後45度，跟住咧褪過嚟嘅時間咧，嗰個右手要反翻轉嘅，反翻轉嘅，係啦，你明白嗎？你哋睇我啦，呢度睇喎，呢度可以睇喎。但譬如手揮琵琶咁樣啦，係嘛 ？OK， 然之後咧都係正宗㗎，都係正宗，放鬆，唔好緊張，放鬆，咁樣，隻眼跟住佢嚟到呢度，望到大家 eye level 上啦，跟住隻左腳咪喐啦，喐，亦都係45度，係咪啊？亦都係45度，然之後打出去。嗱，跟住慢少少啦，慢少少，然之後又係45度。嗱，一轉出嚟咧，隻手跟住咧，右呢隻左手反翻轉嚟，咁樣。跟住你打出嚟。嗱，到呢度喎，呢隻左手咧向後向個 hip 度上，呢個手咧就跟住平嘅，放翻上嚟。明白嗎？唔好好即係好緊，全部放鬆。太極咧用鬆肩、鬆腰，最緊要鬆，明白？係啦，我哋打咗之後咧，嗱1、2、3，呢個4啦，呢個4啦，4收腳丁步，然之後抱球。踏出去，咁樣左拿着尾，得唔得？第4咁啦，然之後咁樣打出去之後，跟住咧就打咗過嚟呢度，係嘛？打咗之後咧，隻腳就慢慢收。丁步抱球，呢個左拿着尾，左拿着尾。左拿着尾咧，你個身亦都要正嘅喎，唔係咁樣，一定係中正伸舒 ，OK。然之後咧，右手上翻去，掠過嚟。擠呢個擠，OK。始終個身都要直嘅。嗱，呢個動作咧，個膝頭哥唔好超前過腳趾公呢度啊。推出嘅時間唔好前過腳趾公，係咁樣，即係咁樣一推，靠腰力推出去即係人哋咧打你一拳撞埋嚟咧，你將佢隻手拉過嚟。推翻過去，推佢心口，即係成部推出嚟啦。呢個叫做借力打力。你試下啦。嗱，你譬如打拳過嚟啦，打拳過嚟啊！打拳過嚟嗰時咧，你就要推，係咁嘅道理嘅。OK， 明白嗎？明白。然之後頭先左拿着尾啊嘛，如果右拿着尾，呢度啊嘛，推咗出去，然之後坐後。扣腳轉去右邊，收右腳 ，OK， 踏出去，同頭先一樣啦。手掌對住心口，而家向3點 ，OK。左手咧亦都係3、4寸喺個腰部距離，然之後咧左手又上翻去啦，然之後掠推。就靠個腰力，係嘛？嗱，你就個望住我啦。如果右拿着尾咁樣啦，OK， 右拿着尾，都係正宗噶嘛。然之後就左手向上向落嚟，掠，呢個擠，靠個腰力咯喎，而家
褪後少少係咪？靠腰力啦，一拱出去咧就拱人哋個心口度，就咁啊，即係佢就會跌咗喺地㗎啦。單邊啊，單邊。OK， 嗱，我哋一齊做啊嘛。呢個推咗出去咧，然之後推咗出去之後咯，嗱，你哋向嗰邊，我哋喺呢邊啦。嗱，就跟住就右腳就扣 ，OK， 然之後收左腳，執手，單邊一樣啦。左手咧，你隻眼咧就望落個中指度，啊，就呢個右手咧就嗰個膊頭咁高度啦 ，OK， 就咁樣，得唔得？執手，跟住放鬆，成個人放鬆，晒。因為太極咧係內功啊，你睇佢好似花拳繡腿，即係好似冇咩力咁樣，實際咧佢打起上嚟好犀利㗎，咁雲手有個單邊 ，OK， 跟住高探馬，本來隻腳喺呢度啊嘛，本來隻腳喺度嘅，高探馬，然之後蹬腳 ，OK， 咁啊蹬腳啦，咧雙風貫月，雙風貫月咧呢個咧係打人嘅雲章嘅，呢個雲章打呢度嘅雲章嘅 ，OK 嗱打完個雲章之後咧，坐後扣腳，右腳扣，然之後跟住左腳蹬腳，轉咗過嚟6點，左蹬腳嚟嘅，左蹬腳，跟住呢個咧就太極咧，就幫你練隻腳力啦，馬步要穩啦，冇咁容易跌啊嘛，係咪？跟住蹬腳，跟住收翻落嚟，左穿掌下勢，呢度最難，穿掌下勢 ，OK。師傅話好靚慢慢嚟。兩下，一個右一個左，然之後跟住 ，OK， 都係身要直嘅，放鬆，然之後坐後，抱球，呢個左邊啊 ，OK， 跟住就海底針。跟住就扇風背咁樣啦。扇風背咧，右手咧就高啲嘅，高過個頭；左手咧中指隻眼咧挨喺度 ，OK。然之後坐右向後坐，扣腳，跟住收腳，轉身搬攔捶，OK。如風似壁，跟住重心喺右腳，右扣腳，咁啊10字手，收息。